讲嘛啦，小妹啦，变这型的啦。哦哟，我一个宝贝查某囝，啊你毋是去报恩来倒转来啦，啊来包到安尼啦，啊！是啥甲你求？你甲父王讲，父王啊绝对对你报仇。王啊！龙王啊，谁人欺负公主？煞毋知影哦，公主去得到迄落啥物上枝边啊？啊？上枝边？这是啥物边？我哪拢毋捌听过。哎，父王啊，你有够颓呢！是啥物咧颓？啥物咧颓啊？我未来你咧毋正经。无啦，父王啊，我意思讲哦，阮小妹伊得的是啊做相思病啦，就是讲伊心所爱的人哦，已经甲别人订婚啊，所以才会破病，才叫做病相思啦。哦，是安尼生哦。哎呦，宝贝查某囝，虽然讲哦，你介意的人已经甲人订亲，这嘛是无啥，但你生到遮尔水，啊世间这查甫人伊搁遮尔多，但你一个烦恼啥？何必咱咧单恋一枝花咧？免后悔，拢嘛草尔。我意思是讲哦，你莫伤痴情啦，你若爱帅哥哦，啊一世过嘛有。王啊，你都唔知影咧，若我看到伊对伊更钟情，你更伤心，三心两意，唔知安尼司机无力，我即摆五脏六腑拢照叮当啊，快死啦！拢叮当啊！紧，赶叫姨来，紧嘞！哦，是。免啦，哎呀，稍等咧啦，王啊，我无遮严重啦，我是讲我即摆咧艰苦，加两工啊，我若袂记得都好起来啦。袂记就好，袂记就好啦。公主啊，讲正经的呢，恁迄个倒球的吼，甲迄个肉饼面的哦，我感觉肉饼面的较有气魄，我较介意。是安怎讲？你搁想看卖的啊？肉饼面的哦，伊将伊家己上心爱的查某囡仔，让互恁迄个倒球的啊！这款伟大的心情，是几个查甫会当做的。对，有理，嘿，另外啊，戏女讲安尼有理啦。你甲看卖，迄个肉饼面的，伊风度发偌好，心所爱的人已经甲别人订婚，你看，伊搁甲对方讲恭喜，但这种人是要去倒位找啦？有理，好，来去找伊。宝贝查某囝，你吼人也无爽快，搁摕啦。王啊，我即摆病拢好安尼，我听讲这个人吼，确实有影伟大，我即摆病拢好了了。好，你病拢好了。嘿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安尼吼，确实真好，安尼好，咱即时来去找伊，向这个肉饼进攻。杜九的，你真是要离家出走相？无唔对，我受到这边的打击了后吼，我决定要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。无啦，杜九，可是你若无伫咧厝的，甲我冤家，甲我安尼车半场，我就感觉讲安尼会寂寞无伴，我会无聊，安尼我就感觉活得真无意思。你笑哦？安那？我即摆新妇仔已经娘你啊呢，有伊甲你做伴，你是还阁会寂寞，阁会无聊？话安尼讲无毋对啦，啊毋过，阮两个还无亲密煮食饭，还阁还袂讲先上做好补票，代志会变安怎，我阁毋知影对无？啊阁讲安尼哦，迄药是有也逼的啊，啊毋是讲我家己现啊对，无规矩安尼啦，无听你莫离开啦。搁嫌我？嘿啊！啊，我娘你啊，你才搁娘我，啊，我才搁娘你，啊，你才搁娘我，我娘你娘我，你是当作以我是什么东西？她根本不是东西，那是她是什么？她是救美女。对啊，伊就是人啊，所以袂用安尼共娘来娘去啦。你知唔知？我要来去啊！你要倒？我甲你讲，我离开这个所在，对你有足大的好处。嘿，有好处？对，讲来听看卖啊。因为吼，恁阿娘吼。就是三妈定定伫我面头前甲我虐待，甲我苦毒，伊定定拄啊伫一哭阿闹山上吊，伊根本就是为着什么代志，你知唔知？我知。为着啥？知啥？你若知影，我嘛淡薄仔有你小心啊。吼，莫讲就对了。对的，
所以只要我离开，对你绝对有足大的好处啊！这财产拢你的，你知影？但是讲真经啦，你讲互我听看卖，到底是什么道理？因为哦，人咧讲哦，查甫囝立志在四方，我是算查甫囝，若毋是志在四方，我一定爱出来外口拍拼，爱拍拼才会赢。你无听人讲一句俗语，人咧吟诗作对的啊。你念互我听。男儿立志出乡关，事业不成事不还，迈步铁骑大望窟。唱唔对啊啦，什么大梦窟？迄落迈步起舞喷望地。我已经要离开咱兄弟啊一场，你莫甲我计较啊，这差一事尔嘛。好啦，我莫甲你计较，但是哦，你即摆去哦，毋知当时要倒来。我家己会保重，我要来去啊。男子汉，男子汉。好，真好。后日搁唱啊，再叫诶。喂。啊，你今日安尼讲这话，我听了非常的感动。安尼才是男子汉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倒球诶，讲真正诶，我嘛真无愿意你离开呢。正是嘞。毋过吼，我拄则听你安尼真心要称赞阮两个，所以我即摆要听你的话，要到有剩的哦，别拖该闹啦。慢两口。也安尼共款拢你的啊。诶，你目睭无脱汤，会晓紧。对对，喂，这二手爸吼答应你啦，答应你出去外口拍拼，较认真爱成功到倒。好，不过伫咧离开前，你先去茶房等我，我有物件要互你。什么物件要互我？是到你就知。好，我来茶房等你哦。男儿立志出乡关。啊，哪会无人伫咧？无快啦。小妹啊，可能出去念伊就转来，咱只等。什么要哪会用去等呢？总无咱真济条也毋着紧来看，毋准伊人等啊，咱毋着点要等一世人。哎呦，你拜托啊！你遐尼厚面皮，花甜啊，出去念伊就转啊，咱只等啊，都要等，无笑死啦！笑哦，好啦，要等就逐个来等。出乡关，事业不成事。啊，是咧，我兼着经，歹势。事业不成事。对啊，这间就对啊。会借问的恁两个是虾米人？啊，要找虾米人哈？阮专工要来找你的啦。要找我？有可能我也毋捌恁啊。是啦，无毋对，啊，着你这个肉饼面呢？我，我毋是要做肉饼面的呢，人我的名号叫倒球。是啊，倒球对。交代我都，这看我。喂，你叫做倒球的遐？对，男子汉，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我叫做倒球。安尼好，真是互你倒球。